续来看维京集团旗下子公司叫做亚太工商联，讲这个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去互收押了后，资金调度困难，已经2个月无纳利息。讲银行团真有可能会甲集团旗下的好体投资稳员摕来抵押。同一个集团的中华工程有投资稳员23%的股份，因讲目前因的财务的状况一切拢正常。 Everything has to be precisely placed to achieve a perfect 90-degree rotation over 20 floors. 特殊列选型建筑在伫台北市信义区维京集团旗下投资稳恒，听讲因为开发商欠钱，可能被卖厝堵销。几个摆拢坐轮椅出庭，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因为经华城案件被关到即马，身体是愈来愈歹，想要到集团的资金嘛，因为安尼有调度市场的情形。 维京旗下子公司亚太工商联2018年甲银行连贷85亿，担保品就是投资稳恒。原期限到2021年底，因过因为疫情关系，还未开始卖，资金的压力真大，所以提出延长贷款的期限。因过沈庆京被收押了后，资金发生问题，亚太工商联已经2个月无纳利息啊，将甲银行团协商，若无到正常纳利息，投资稳恒将依法抵押。 沈庆京去年和北检求刑的时，捌以4000万交保，后来警察交保金增加到1亿。听讲当时有人要摕投资稳恒14楼做抵押品，因过好体被摕来做抵押，敢若毋是头一摆。报交界大好业人陈英祖作为金华城的证人，因过捌互检调约谈，伊照平面媒体咧报，伊讲沈庆京爱跋缴，有先押出将近5亿，沈庆京就捌讲要用投资稳恒来抵销。 即马投资稳恒恐惊会被法院拍卖，维京集团敢真正拄到财务危机？工集团的中州华公司表示讲，亚太工商联是独立的法人公司，中州华并无替因背书，中州华一切营运正常，是讲投资稳恒的未来依然引起真侪人的关心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